行情要早，欢迎收看今日7月初5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台铁河仁到崇德这个路段抢通无偌久尔，伫昨早6点外，河仁磅空北口，阁有大粒石头连落来，甲铁基路撼断去。经过要24点钟的抢修，伫今日透早已经恢复双线通车。早起5点对花莲站出发的列车已经顺利通过，也毋过火车伫驶经过这个所在的时，拢会减速驶较慢咧。在火车路南到和平站进前，列车向向减速，慢慢向前开。原来铁基路有状况，真大石头连落来，共向铁基路出现大坑。铁基路歪曲变形，电部干部单位赶紧抢修，暗过代替河仁到崇德之间东正线紧被封起来，互单车人原定的房厝一直延前，行程被拍乱。那看板是慢12分，里面是慢16分，刚刚这边又慢20分，还去开会，但是那要时间准时。连日大雨代替河仁崇德之间途中因铁基路封闭通行，车3只抢通恢复双向通车。是毋到初时早起6点外，佫拄着石头，造成铁基路断去，电车线落落。东正线封起了后，改由西正线单线双并通车，甚至伫河仁站顶管线边有石头用要连落来。我们的那个预警告警系统有没有？它的涵盖范围啊，只到650左右而已。那我们这次落下来的地点是在730，所以已经在我们的范围外。我们预定是用怪手去把它打碎，然后去把它移除掉。这摆落雷所在伫河仁磅空北口进行，那因路就固经系统无发挥作用咧。代替回应这摆地点无伫侦测范围内，途就直接共向铁基路，也甲边看帮力无共，爱用更较侪时间抢修。除了更换钢轨以及那个枕木以外，我们还要补石渣，所以时程会稍微长一点。所以我们预计明天早上希望在首班车以前能够抢通。院长已经交代交通部尽速的完成相关的警示系统的这个规划跟建制的部分。那过去也已经有建制一部分，那有疏漏的部分，我们会再持续加强。根据代替的边勘调查，全台有253个边勘爱改善，大部分伫宜华东，有225个所在，甚至有8个所在就是禁用区。行政已经要求交通部赶紧完成相关警示系统的规划甲建立，代替也说明边勘动土墙甲电子围篱会伫7月底完成。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偏乌渔船大进湾88号，伫拜二暗的时，伫金门海域掠小竿啊，互中国海警船登船押去中国。咱陆委会表示，事发的地点是伫中国的海域，主要原因伊是指控咱的渔船违反中国休渔期的规定。目前政府和民间都有透过各种管道在救人，美国嘛有发表声明表达关心，希望两岸会当和平解决。偏澳渔船大进湾88号，初时暗时互中国海警严船扣押带回。中国各大办公需有正常执法，依法依规定处理。对这代志，陆委会承认这只渔船互咱严船的地点是属于中方海域，主要原因是牵涉到违反休渔规定。嘛讲会透过各种管道协商沟通，赶紧互人员平安回来，呼吁各界唔通想伤济乌朋友。渔船如果有越界，被中国大陆查扣，过去都有一些作业会来进行。我们在这里也希望各界不要做不必要的这个预言式的推理，因为这样对本案的处理没有帮助，也会增加家属的心理负担。船上的人员有身体健康的问题，我们希望陆方要秉持着人道的精神，提供必要的药物。国安局长蔡明言坦白讲，这个案中方相关的做法并无平常，呼吁渔民进入敏感水域爱提高警觉。各分析中方安尼做的目的，可能牵涉到法律加政治层面。透过这样的一个渔事的一个扣押，还有一个可能后续的一个行政的裁罚，来展现中共对台海的管辖权，弱化政府的一个主权地位，有没有相关的认知作战的操作或微波效应的处理？那我们会做个完整的分析。台海敏感气氛，各予美国白宫加国务院出声表达关心，呼吁用和平的方式解决。Closely monitoring the incident, so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do that. We encourage both sides to maintain open lines of communication so they can get to a resolution here.
其实中国海警毋但扣留咱方渔船，进前阁赶走菲律宾补给船，拍伤7个菲国海军。这时阁指出，已经连续3天伫钓鱼台海域赶离开日本渔船甲巡视船，一直伫加强海上执法。记者综合报道。当年5月份至8月份是中国的休渔期，也毋过咱的渔民就表示，其实咱是清早看到中国渔船是走过界掠鱼，部分的渔船阁是无名渔船。也若中国海警船最近嘛一直伫金门海峡赶咱的渔船，甲咱恐吓。咱的渔民嘛指记讲，中国欺负咱的渔船，阁放任因的渔船亲门大户，批评中国是两种标准。规项全部大陆的拖网啊，这叫金海啊。顶个月日，这渔民是看到中国渔船当伫咱国的海域咧掠鱼。当年5月开始到8月中是中国的富贵休渔期，偏好渔民煞才一摆看到中国渔船是越界咧掠鱼，结果各用无准名准号的三部渔船咧闪对查。保持无对遐的借户，伊支付拢会业绩较侪啊。伊暗时啊无看到，暗时啊你 AIS 无开嘛，你无法通辨别啊。含阮都无法通辨别，阮船好除非船有雷达到法通辨别。海巡起的三部渔船要求海放渔会，中国的三部渔船是继续伫咱国的海域乌白来。海警船初日出以休渔期伫底拖网禁渔区，而且使用违规拖网涉嫌非法掠鱼做理由，甲台警88号扣起来，互渔民质疑相当标准。船长含渔业署嘛讲，渔船的拖网符合台湾法规。它这条船的渔业执照登载的经营渔业种类是拖网。依据我们现行对拖网的管理规定来讲的话，拖网只要在我们的禁渔区以外作业都是合法的。中国的海警船动作一堆，海巡署证实初三是接到偏澳渔船用结婉号报案，讲互对方恐吓，嘛出动舰艇过去救援。台湾渔船，你们不要命了吗？还敢过来？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做了什么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吗？为什么我长期以来都在这边作业，现在变成不能作业？另外一只伫公海作业的偏澳籍圣元福8号渔船，嘛互公布驱离。到底两岸对共同作业的海域敢有共识？民进党立委杨耀质疑讲，海巡署含农业部对渔船越界认知嘛无共调，牵制政府是无得顾渔民的安全。行政院嘛讲会加强来宣导。登检的地点是在陆方的海域，我们也要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的这个渔民不要涉犯违规，同时也要呼吁陆方体恤渔民为了求生计涉嫌捕鱼的辛劳。根据海巡署的统计，2003年到今，咱国拢总有3案17只渔船，互中国定检扣押，11只伫罚款纳了度，互放转来。另外6只经过协商了后，是海巡带转来。台警本88号互扣押了后，这样的船长等5个人，目前是互拘留伫泉州海警局。农业部讲已经透过陆委会积极去救人，嘛提醒渔民要注意海上作业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是和印尼有合作咧掠诈骗集团，进前伫印尼有掠到涉嫌网络诈骗的外国人，其中有上百个是台湾人。咱的刑事局经过清查，发现这上百人内底有11个通缉犯，昨暗全拢互押转来台湾。尾号，做第2个，加号，做第3个。押转台湾的嫌犯被要求回来接受身份确认，而且唔但爱详细超身边还有全副武装的特勤队员戒备。这11个人就是进行伫印尼被掠诈骗的嫌犯。刑事局甲印尼启动跨境合作机制，带印合作遣返通缉犯。初时暗时9点15分到桃园机场。本局经过清查目的之后呢，发现有11个是我国的通缉犯。经过我们驻印尼的联络官积极的协调之下呢，我们在印尼官方同意并协助这个本局派员前往做这个押解的这个动作。10月10号，这查某的11个台湾通缉犯，就是印尼巴厘岛渔民局顶个月27日一栋别庄内底掠103个外国人，因其诉做跨国网络诈骗，原本就是这人浪费台湾来，不过后来证实有102个台湾人，也有一个嫌犯是香港来的。Bertempat tinggal di villa untuk melakukan kegiatan yang mencurigakan. Yang kami duga adalah kegiatan yang melakukan kejahatan cyber.
将咱的法律，个人伫外国犯罪本刑3年以上，或者是针对诈骗集团的家当诈欺罪，台湾共款有对诉权。除了这11位通缉犯，其他91个台湾籍嫌犯，最近这几天已经陆续坐飞机登台湾。记者综合报道。也那高雄的刑事大队伫今年3月份的时，有抓到一个洗钱的集团，洗钱的金额有51亿。苏当时呢是咱国内头一只电子侦测犬 Wafer， 伊伫现场找到2支关键手机啊，帮助破案。啊，那这只侦测犬是美国训练的，尾也送互咱台湾，未来嘛协助咱警方找出所谓犯罪证据。警察看这只乌狗入去嫌犯厝内面搜查，狗仔偏偏的就随找出物件。嫌犯是利用徛家厝深入跋筊洗钱的网站，初步估计集团洗钱金额有51亿。这个帮助破案的上大关键，就是这只乌狗 Waver， 伊伫现场找出2台手机啊，是重要的证据。伊也是全台第一只电子侦测的狗仔。搜证多时。伺机破门，同步执行搜索，一举破获3处的据点，并透过宝山总队电子产品侦测权 Wafer 金源，在现场找寻藏匿之电子产品，起获关键施证。Waver 是一只2岁拉布拉多，伊为去年9月开始参与办案，到达成功协助4个案件。警官表示讲，因为今麦性剥削甲人口买卖案件是愈来愈多，犯罪资料拢藏伫电子产品。经过专业的训练 ，Waver 会当找出不管是手机啊、记忆卡的电子产品，伊拢骗得到，帮助破案。储存在一个电子装置里面。但是他们，因为它东西小，不容易找到，而且他们容易藏，然后我们一般的人力不一定能够每次都能够找到，所以狗的嗅觉非常的灵敏，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像 Waver 这样的犬只，能够找到我们人所找不到的东西。Waver 是由美国非营利组织伫去年8月无条件关乎台湾，当初的号名叫 Waver， 是因为台湾生产经验真出名，未来伊会帮助台湾做伙阻止所有的犯罪。记者钟义辉、顾朝阳高雄报道。同齐来关心天气，今日同款是高温烧热一天，咱同齐看温度。今日各地台高温拢是伫33度至35度，也那南部抑个大台北盆地是爱细日有机会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今日紫外线是过量到危险的级数，乡亲若有出门在外，一定爱会记得加啉水，才袂着煞。气象署今日有针对咱全台湾11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警示，其中有9个县市是柑仔色的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以上高温的机会。也那伫桃园和嘉义是黄色的高温灯号。今仔日透东南风吹过到了后，各地头的山区、嘉义以南的平地拢会落西北雨。台南、高雄、屏东落雨范围会较宽。另外，伫南部也有中部以北的山区，雨有可能会较粗。昨中昼高雄灯塔就出现40度8的极端高温，也若昨在花莲玉里代替的铁基路嘛，因为高温热甲变形，温度升悬，国内用电量就大大增加。亲像伫7月初3下晡受太阳能发电减少的影响，灯光时台电的备转用量无到1成。尤其一晡甲日头正大写完，无仔线根本毋敢收。对花基顶的高雄灯塔，初时中昼阁测到极端高温40.8度，市区的车路也烧烫烫，机车骑士拢避伫阴凉所在当红灯。就很闷啊，尤其是下午，像现在这样。花莲玉里上高温有37度2，早起10点外，代替玉里到东里之间的铁基路，因为技术高温变形，伫中昼抢修了后，降速通过。都还在了解当中，东正线是先封锁进行整理当中，那西线是单线双向通车。其实，这阵新竹市南投县甲基南县无发布高温警讯，气温真悬，带动国内用电量欠悬。敢若是初2、初32天，用电量都创历史新悬，尤其初3供电状况，目到黄灯，显示供电真暗。昨天的这个尖峰负载是落在的比较晚的，接近4点。那太阳光电其实它也贡献了。那另外就是它整个我们的备转容量率还是贴近10，有将近快400万，那非常的充裕啦。
台电网站测试恢复供电充足的特点，台电预估测试尖峰备转容量542.4万千瓦。不过国际 AI 大厂回答，超比未来会进入台湾，用电量恐惊增加真济，加上核电陆续度现，用电问题各引起讨论。大幅度发展的时候，整体用电量就会快速上升啊。那到时候我们的准备是什么？我实在是看不出来。政府这一端应该务实的来考量。台电表示，如果7月全季之尖峰备转容量率是10%，夜间尖峰维持7%。不过专家烦恼暗时无日头供电，万一应用的备转机组数量不够，加上机组无经过种，可能就要限电。记者综合报道。热热才拄开始1礼拜尔，就传出有高中生伫海边啊耍水，互海洋假去。这是7月初3下晡，有3个高中生去竹北的新月沙埔耍水，有一个姓刘的高中生互海洋假去，救援人员也搁咧找找。热热期间，真侪人会去溪边海边啊游水耍水。台北市的消防局嘛特别提醒讲，禁止水客千万就唔通去。新伫新月海埔拜三传出有3个高中生做伙去耍水，阁有一个高中生互海洋假去，救援人员拜四继续找找，因为这个所在是禁止海域，不过嘛是有人无顾告示牌来耍水。今天搜救进行岸巡的动作，那有零星的外劳或是游客在戏水，那我们看到我们会进行驱离的动作。热乎乎的天气，热天是真侪人要去耍水。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发生渡水意外的地点，第一是溪边，第二是海边啊。这个根据内政部消防署的统计最近这5年发生这个溺水的事件总共有902个有顺利救起来342个，不幸来往生的有546个。消防队表示，热天耍水嘛要预防渡水的意识，为着避免意外发生，消防局嘛提供50招来救命的口诀，嘛提醒民众拄到意外的时阵，先莫紧张，才是有办法来自救。这甲各位民众讲一个救命的5大秘诀有一个口号做叫春抛过。队长嘛提醒民众，台北地区上则发生意外的几个溪边，分别是三峡的大坝溪、树林区的华翔溪、甲有来的南济溪。提醒民众休困的时阵，若去溪边耍水，得要注意天气的变化。亲像过昼的时阵会落西北雨，溪水地停满。天气若是唔好，得要赶紧离开，唔通停卡。记者第阿选柯敏哲、周君豪，新伫台北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同齐看今仔日报纸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台积电股票介绍，伫昨昏是冲关冲破1000块的大关，以1005块收盘。台积电的市值即马冲破新台票26条，股票价值甲市值拢创下历史新高。继续看中国时报，对中国寄来台湾34岁生干的一个中国配偶，伊含厝内人冤家了后，带2个细汉查某囝去新北市碧潭，骗囡仔讲要去水底翕相，结果放手了后，害2个囡仔渡水死亡，家己伤上欢。伊尾仔去自首了后，即马互依照杀人罪移送法办，法院尾仔裁定收押无禁见。来看联合报，公民团体山海公民跳牛行动推动要罢免佳人市长谢国良。发起团体伫今仔日，因会甲4万份的联署书送去佳人市的选委会。中选会即马已经要求市选委会爱伫1个月内完成审查。针对罢免这个案，国民党的立委有提案要修法，要有关罢免的标准。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伫昨昏就排审，哪日拢有发起加剧动员。民进党立委伫会议开始之前，就先占领主席台，双方拢无要商量，害这个会议全部完全规工拢无法度进行。哪样是指控民进党团唔互技术人员离开会议室，除了去报警察以外，昨下晡4点，伊嘛去检方告民进党团。不要没收原住民的投票权，不要没收原住民的投票。那日互相发口号摇摆经历遐，立院内政委员会测试原本要开会讨论，是不是应该调悬罢免砍斩？国民党团队发动加急动员，不过民进党立委透早也发动加动反制，8点半进前就到场占主席台。不会强硬思路，不会强硬思路。
国民党立委徐卡心指控民进党立委张宏禄抢走技术人员资料，佮甲民进党立委王美惠爆发激烈的冲突，宣爆发攻防。一早起，拿着对象下晡2点半调回高金所门，该会议室继续排审。不过因为技术人员无法度赶到该后会议室，下晡3点半高金宣布散会，下礼拜日佮排审。现在他们全部都控制，你们都不能动吗？是吗？他们把门口全部都堵住了，是吗？所以你们都出不来。那也立委到北检告发，搬出妨碍公务、妨害自由甲强制罪，指控民进党立委软禁技术人员50分钟，要求检调爱查办。民进党在一个国会的殿堂里面，要去限制议事人员、公务人员的人身自由。我们今天来到台北地检署进行告发，今天王宏威委员也已经向中正1分局报案。这次议场是在这里嘛？那另外国民党另外开另外一个议场是一个非法行为吗？因为他告诉我他觉得软禁绑架议事人。你认为有这种行为吗？宣爆发修正草案，柯有真版本主张就职未满1年者，免为罢免提期甲连数之外，也增加罢免同期票数超过被罢免人当选得票数。不过传出国民党团想要调向不同罢免抗战，该用民众党的意见，肯定如何完善罢免连数制度。记者综合报道。即马立法院到底在完啥？这是因为国民党立委提案要提悬选罢法的罢免标准，讲要甲罢免同意票，要甲爱关过苏东时选调的得票数，要修法甲改做安尼罢免才算成功。有学者是支持这个草案，认为现有的选罢法针对罢免这件代志，确实有少数人就会当罢免成功的情形。也过嘛有学者是认为讲，罢免的投票率一般拢无悬，拢较低。若是按照国民党讲的，爱坐过当时选调的得票数，干那看投票率就知影罢免一定无法度成功，并无合理。国民党立委提案修正选罢法，规定罢免成功就爱同意票悬过当事人当选的得票数。民进党团认为负定伤悬，而且这支草案是为着抢救当咧互人连署罢免的家人市长谢国良。不过学者认同草案，认为即卖的选罢法确实有少数人就通成功罢免的记录。立法委员的单一选区，还有这个地方县市首长，那他们当选的时候呢，几乎都是过半，就算是3个4个选，那他们也都是多数。那目前我们的选罢法的规定呢，只要这个同意罢免多于不同意，而且同意的部分达到了1/4，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跟他当选的票数呢是差得非常的多。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凭其他的国家，咱的罢免核定合理。那甲罢免核定提悬到爱坐过当选得票数，参考咱台湾过去选举罢免等投票案的投票比率是无合理的规定。你讲迄个罢免的人数一定爱比伊当选的人数搁较侪，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啊！因为你会用去看，过去咱罢免的参与的人数，伊的投票率拢足低嘛，差不多50、40、30。咱平常时若咧选举的时阵，咱的投票率拢70、60。到底选罢法敢有需要修法？爱安怎避免外界质疑是针对某米人才跳过去修法的记录？老嘉宾认为，条文当中加入延前1年生效条文，通避免这款状况。林志杰认为，选罢法修法爱要求有当事人犯罪、贪污、违反证件等具体理由，才通提起罢免。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法国的国会大选第2轮的投票伫初7的时要举行。即马极右派政党国民联盟伫第1轮摕到的选票破纪录，即马互法国社会开始有出现一寡不安。亲像伫法国的首都巴黎市中心，7月初3就几若千反对极右派的示威抗议。Vous pouvez pas voter. Vous avez sûrement des grands frères, des grandes sœurs, des parents, des grands-pères, des grands-mères. Il faut qu'ils votent pour Éric Woerth. Je suis venu le soutenir. 国民议会第2摆投票倒头算第4天，总理艾塔尔去北部换子城选区为中间派联盟同在候选人扫去拜票。
组排新进民电线加中间派所造成的强复古电线，推动起保测段也有明显的效果。七三公布上新民调，有超过人民伫总数577席，应将阿未席处为230到280席，减少到190到210席之间，离过半289席差正大。国民联盟伫第一摆投票得到1200万人的支持，比起2002年大选足足成长3倍，震撼各界。社会出现惊吓甲不安的气氛，特别是首都巴黎，这社会党执政的都市，连续2摆选举拢对气球讲唔。选后逐天用各式各样的反气球架路示威，车站市中心中和广场都几啊千人。Donc j'espère qu'il y aura un sursaut parce que pour moi, ben oui, j'ai mal à ma France. J'ai vraiment mal à ma France. J'ai honte de ce qui se passe. Et j'ai envie de pleurer quand je sais. C'est épouvantable. Je suis venue ce soir malgré une sciatique depuis 2 mois et demi. J'ai mal, mais je suis venue. 学术地非正权法兰西工学院历史学者李地在内一千个历史学者，设置伫世界报发表一份反对气球的联名批。穆斯林团体公民组织领导人这三伫巴黎大清真寺开记者会，呼吁全国团结，共同保护法国的未来。Le projet et le langage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se sont bâtis sur l'invention d'une peur et d'un antagonisme, le musulman. Nous sommes là, présents aujourd'hui, dans cette mosquée, pour discréditer et remettre en cause ce programme forgé dans le racisme, la xénophobie, l'intolérance et qui renie l'histoire et le présent véritable de la France. 选前紧张，国民人民党总调乐鹏七日伫电台专访指控马克宏跨选前目标，关键替换包含后边驻青官员在内真济政府官员的做法，相当是行政政变。政府发言人特沃诺其他伫记者会爱乐鹏较冷静咧，唔通看一下生一囝放弃消息。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继续关心自控制事环太平洋军演，美军的卡尼文森号航男打击群内面的惠珠吉罗号最近接案 NSM 海军打击飞弹，这个打击飞弹有强大的反舰能力，嘛会测试相关的性能，敢会伫即届的环太平洋军演顶悬进行实弹的射击来验证伊的性能，我受到外界关心。2024环太平洋军演第2届空军媒体参访各国军舰，公司新闻从美军费兹杰罗号驱逐舰军方开放及主舰炮、飞弹发射坑等点军事实力。美军费兹杰罗号的武器系统上大特色，就是有装海军打击飞弹 NSM， 要来取代什么呢？就是要来取代原本汽车飞弹的发射架。不过目前这个 NSM 也无法度加新轮系统来做整合。所以暂时用锁螺丝的方式，甲 NSM 直接锁伫咧飞行甲板顶头。NSM 海军打击飞弹射程超过180公里，反舰火力强大，2个月前才顺利装伫军舰顶悬。美军真保守秘密，无开放互人翕。费兹杰罗号隶属卡尔文森号航男打击群，军演期间捌做伙执行空中、水面、水下舰舰行动。费兹杰罗号较早捌发生重大浪船事故，2017年伫日本外海甲货轮相撞，致使7个人不幸死亡。费兹杰罗号嘛紧急进入横须贺的海军基地去修理，到尾开大票155亿，差不多2年半才修理完成，重回舰队服役。Fitzgerald's mission in this, we will be tasked with the Carl Vinson carrier, and they'll carry out taskings for us as directed. They'll tell us what to do, and we'll follow through with it. It's a new projectile to replace the old 70s Harpoon missiles, so it's brand new. We're going to be testing that out and see what it does. 这届环太平洋军演的最高潮，就是要拍船。美军费兹杰罗号敢会对卡文森号出海，做伙来验证 NSM 海军打击飞弹系统是值得关注。另外，记者嘛有去日本运输舰国东号，唔来当载运135个军官，另外还佫会当载330人。
记者即马就徛伫日本国东号运输舰顶头，记者即马徛所在就是船的飞行甲板。虽然国东号无咧载军机，毋过嘛是会当互直升机来停。这个飞行甲板一届就会当停2只直升机。国东号会当停18台906战车，透过成港甲板载运。船舱内还有 LCAC 登陆空气船，若做拄到自然灾害甲时间早烧热，快速投入救援救灾任务，上济当协助200个受难者脱困。国东号可以当支援卡车运输的任务，会当看到记者即马徛喺这个平台，一直咧清气里，就会当看到伊有真强的升降能力。We joined the Iron Fist 24 exercis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also, and so we conducted the amphibious operation training. 日本参加环太平洋军演，本来团出派2只准航舰出分号加护号，不过这几天伫珍珠港拢无看军舰的踪影。对这件代志，日本无回应。外界研判，日本可能把防卫重点放伫印太地区执行其他任务。记者综合报道。这届自控技术环太平洋军演，计共有29个国家参加，意大利是头一届来参加，因是派出去年9月份才启用上届新型的巡航舰，伫这只巡航舰顶悬的设备拢诚新。意大利是北约的成员国，这届来参加军演，嘛互外界解读是意大利有意思要伫印太地区加强支持的力头。台风电视南载机 AW102回培准直升机，互媒体来翕，机体性能真好，一摆用载分30人。自控技术环太平洋军演有29国参加，其中有第一摆参加的国家。意大利第一摆参加环太平洋军演，派出纳希蒙多蒙特库克利号是真有诚意，因为这只新型巡航舰去年9月才正式服役。为桥舰的内装设计，就能看出伊甲旧型的船舰无同，电子荧幕版面真新，椅仔设施、驾驶舱充满高科技感。The ship can changes its version. For instance, we have some module for disaster relie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r special forces operation. 考虑官兵的生活习惯甲兴趣，有装闭路机、咖啡机。辛苦的船员伫咧迎接新的一天，或者是无用几工了后，会用放松心情。蒙特库克利号有强大防空反舰反舰能力，也有专属的战争性，用战场精细分析，提升作战战绩。意大利是第一摆参加环太平洋军演，同时也是北约成员国之一。互外界好奇，意大利伫这一摆军演会扮演什么角色？This is a different scenario for us, and we hope to learn a lot with our partners. And this is the common basis to realize the interoperability,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 针对意大利是不是透过军演加强伫印太地区的支持力头，蒙特库克利号舰长强调，这若是演习，更较侪是包含对会互相了解、建立外交关系，推动跨国合作。公司记者侯华仪报道。即马气候变迁和极端高温是愈来愈厉害。北半球即马是热天，这热天嘛是佚佗旅游的大月。啊，毋过游客因为遮热，会发生掉沙，无就是热衰竭。所以真侪人是走去瑞典，也是挪威这北欧国家，因为纬度较悬，温度较低，真正才会当放轻松。游客摕手机翕家己要甲湖水、甲游美景地记录落来。北半球热天高温创纪录，一寡民众无要过去欧洲南部，像希腊还是意大利佚佗，是去温度比起来较低温的北欧国家展开酷凉假期。Para huir del calor, básicamente, ¿no? Y porque Noruega nos llamaba la atención hace mucho tiempo. Por el paisaje verde, las montañas, el hielo。可能假期可启选这个新名词，是指去凉爽的所在度假。即马热天一年比一年烧热，尤其掉沙甲热衰竭常常听到。伫高纬度的瑞典甲挪威这国家，煞变做上侪人爱去的所在。像讲平均热天的温度伫20度左右的挪威。游客大部分会坐船欣赏壮丽的关山甲极湾，嘛顺续闪开一般观光景点人客人的情形。Et voilà, qu'il y ait moins de touristes, que ce soit vert à ce point, c'est waouh, que la nature soit préservée, tout ça, c'est. And the PR value already for these 4 months, I think it's about 5 million Swedish crowns already. So it has been a trend that we see has set off.
虽然可能假期为北欧国家带来新的商机，当地人为一些来这么侪人丁感觉烦恼，像讲去挪威盖伦格峡湾的重要交通要道海尔希特小城镇，往年当季加加300游客。即马伫遮坐船的人大幅度增加，一只船会当载满6000人，也有可能引起过度旅游的忧虑。公司新闻牛眼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英国国会大选已经结束噶，上新的出口民调，工党伫下议院650席当中摕到410席，保守党敢若摕到131席，工党是大胜利。外界认为，因为英国的通货膨胀引起民怨，是保守党选输的原因。也保守党嘛会结束14年来执政。来看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仕希望降低南海紧张的局势，所以美国部署伫菲律宾北部的中程飞弹系统会先撤离。菲律宾参谋总长嘛警告中国讲，假使菲律宾的军方伫南海阁受到中国海警船攻击，安尼因为着自卫嘛会用同款程度的武力拍转去。继续关心经济，路透社报道，中国国台办6月21日时有公布天界台独的新规定，相当会判死刑。所以即马就传出一寡伫中国的外资企业，当地计划要撤离台湾员工，唔好互因留伫中国，要来保护这个员工，因为若万不利无细致，互安做名，就会出现危机也是纠纷。来关心咱台湾有旅行团伫南韩发生车祸。台北市的大安区伫昨暗9点45分发生严重的车祸，这是一架计程车驶伫信义路3段，向弄去伫人行道，弄到咧骑U-bike的2个民众。若计程车司机尾也无喘气、无心跳，送病院不幸过往。2个骑脚踏车的意识清醒，带院观察。计程车沿内线车道行驶，因不明原因偏移至自行车车道而碰撞脚踏车。该计程车驾驶无明显外伤，但现场失去生命迹象，送医急救中。脚踏车骑士2名受伤意识清楚，已送北医检伤。死者的身份是67岁姓范的查甫人，伊无明显的外伤，所以即摆会请检察官上验来了解死亡的原因。也若受伤的2个骑脚踏车的人，一个是28岁姓王的查甫人，一个是17岁德国籍的查甫人，2个人拢意识清醒，伫病院治疗。来关心高雄三明区一搭公寓5楼10户火烧厝，当时厝内有2个查某囡仔和因的外妈。一开始的外妈是赶紧把3岁阿姊抱出来，也毋过2岁妹妹一直找无。消防人员找到的是妹妹是伫房间内红烧甲已经认袂出来啊。这场大火有风声讲，敢若是囡仔在耍赖打引起火烧厝，也毋过消防局讲爱个调查。听到查某囡仔的外妈在喊救命，厝边较紧把手头的工课扛落来去救人。有人把3岁查某囡仔抱落来，有人去抱插伊的外妈，2个人拢真清楚。查某囡仔脚底、骹床拢有烫着，厝边替伊浸水，嘛提起消防员，还有一个2岁受困。有人救下来，一个2岁小女生救下来。就小张邻居有没有帮他一起抱下来的？阿嬷走路本来就有点不太方便了，那个2岁的再就没办法跑下来。公市三明区这栋公寓的5楼，早起是发生火灾，火势半点钟内就拍花，就是疑似被火刀伤的2岁查某囡仔，伫房间碰发现的时阵已经无喘气，对江山赶回来的爸爸看到，情绪无法度控制。唔知啊，你唔知3回事而已。我多等啊你啊。发生火灾，疑似是2个细汉查某囡仔耍赖打引起的，不过消防局回应讲，火调科各在厘清。阿妈有说是小朋友玩打火机，是有听到是。邻居啊是有讲说有看到在窗上有火，看到有火啊，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真的不太了解。厝边讲，查某囡仔因一家伙啊，伫遮租厝已经超过2年，主要经济是靠因爸爸去做山工，家境毋是真好。社会局讲，受灾的民众是中低收入户。社会局的副局长和区长早起已经去病院慰问，而且送因慰问金。后壁送综合民所落来要带伫倒这需求，会持续关怀结合公司部门的资源去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劳动部打算伫9月份的时要修法，要放另外一看图的申请标准，包括80岁以上，也佮有登记有就医记录的适龄者，也佮有住伫偏乡登记就医的适龄者。这3类的民众毋免佮做巴士量表的评估，就会当去请外资看一看图。按算国内有5.5万人会受抵应。
也毋过外界即卖就较烦恼讲，安尼若是外籍看护的申请量变济，看护有可能有想要照顾较轻症的、中重症的，煞会无人想要顾。台湾已经入来到社会化的社会，国内老大人照护的需求嘛对咧增加。劳动部建议9月修法，放宽外籍看护的申请标准，增加80岁以上的士大人有登记就医记录的，适定袂当恢复特定病症的，也是有偏远地区医疗诊所登记就医记录的适龄者，毋免把是量表的评估，就当申请外籍看护，按算会当互55000人受惠。如果朝这个方向来去做适用对象放宽的话，可能包含要怎么样去做认定或者是评估的方式，然后实务上要执行，可能需要填附什么样的文件，这个部分我们建议可能需要请劳动部再找医界相关的一些团体进行沟通。其实巴氏量表的分数高低，其实只是让卫生局或者是说医师去知道说这个患者的功能大概的公定标准大概是到哪边。那实际上到底它符不符合申请外佣，大概还是要配合就是相关政府的政策来进行。巴氏量表是登照家庭敢会当申请外籍看护的关键，对80岁以上是开放免评。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讲，会增加53万潜在雇主，恐惊引起抢工。嘛有一寡声音是真烦恼讲，未来申请看护的需求大大增加，需求比提供较济的情形之下，可能造成外籍看护是去当选轻，就是较会选轻症的患者，或中重症的患者更较歹找人。为什么医师评估巴氏量表都有蛮大的一个压力？是因为说太多的家庭都有需要了，所以我想这个本身并不是排挤效应，而是说整体我们照顾的需求量太大。放宽之后，要怎么去让看护工会愿意待在所谓的重症或者是照顾需求比较高的地方？那我们是建议是以不同工不同酬，给薪要有差别。民团嘛建议政府应该以照护的程度建立外籍看护无同的薪水制度，而且嘛爱互同情经济弱势的家庭适当的薪资补贴，来减轻因的经济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的经济稳定的成长，主计总处进前嘛有调悬今年的经济成长率，甲预测达市提悬到3.94%。所以行政院长杜英台昨昏伫行政院会顶悬着采视讲，每年军公告要调悬薪水，也毋过要调悬几趴，要7月底才定案。国内经济稳定成长，主计总处进前上修今年经济成长率预测到3.94%。行政院长杜英台就伫采视宴会当中指示，明年会调悬军公告薪水，幅度这个细节会伫7月底进行定案。这些正向指标背后，都代表着全体国人共同辛勤努力的成果。因此，我们政府要起带头的作用。明年度全国军公教的薪资将会往合理的方向调升，希望民间企业可以同样将经济成果分给每一位员工。军公告伫2000年了后，总共调整6摆，其中2007、2005、2011、2018年拢调整3%，2012年调整4%，加做25年来相关调整幅度，2014年比较办理调整4%。杜英台也发现民间企业对咧加薪，毋过自行代表工总常务理事何义认为，应该由各公司家己决定。你不必去管人家民间企业要不要加薪啦，有钱的企业就调薪啦，没钱的企业都要倒闭了还要调薪。如果照那个股票上市公司有赚钱的多少那种比例，在中小企业是会颠倒过来的。包括军公教的调薪，包括基本工资的调涨，那包括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可以带动台湾整体的一个劳动环境的薪资提升，来改善国内低薪的劳动环境。全省总是表达支持调薪，各行业利益应该赶紧通过。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修法，透过租税优惠，鼓励企业为员工加薪。另外，总统大清朝就任了第一摆，最低工资审议委员会会伫第3季召开，因为基本工资已经连续8年调起，况且每年有希望为目前的27470块继续调悬，有可能会超过28000块。记者综合报道。
台语文看榜，咱来关心台南的地方团体，即马当地联署，因是诉求甲安南区的天马电台，甲即块地摕来设做国家级的台语文化园区。因若即块地原本呢有影视团队，也佫有文化园戏剧学校，拍算要来遮利用即块地，啊毋过后续讲的就无消无息啦。若是要甲设做台语文创园。台语文化园区上界重要的是招标的程序要符合促产法的条件，即马嘛伫地方引起讨论。我今仔眼前看到这29公顷大的天马电台，你真是有请怪手来甲草外先整理好势。啊，毋过讲后边啊，遮游玩是建筑物登记无咧使用。遮即摆是国产属的地，目前嘛是台南市区上尾一地遮尔大的完整用地。啊，真侪立委哦，伫咧立法院咧质询讲，后续即块地要哪做发展？正式迁台到现在，就是一片的荒芜，这是我们的痛啊！电台即马无啊啦，但无啊，这土地真大真好啦，哦，咱应该爱甲转型设立文化园区啦，尤其台语文化园区则非常适合啦。2019年国家语言发展法正式实行，互保语有国家语言的地位。到当5档啊，民间也是认为团团有危机。立委赞声甲遮称作台语文化园区。根据统计，台湾本土语园区的推测状况，原住民文化园区30个，客家文化园区有24个，那台语文化园区唯一一个伫中华。地方认为，台江内海是台湾历史重要的起步点，园区设伫遮合情合理。来推测这台语文化园区，咱想讲种一个迄个经济吼，啊对遮台语文化开始对遮来生团。咱想讲咱古早台湾的这个历史，台湾的文化嘛是应该是对台南这个所在开始推展、开展甲全台湾，共款迄种意义。地方是希望迄块地开发。你若讲无较好的建设的话，我宁愿放做，等有一个较适合的物件来做。我感觉这较会哦，莫搁乌白利用。其实因为嘛，捌有人提议，甲天马电台基地来设影视园区，也是文化园戏剧学校，认为乃无消无息的，因为当时这块地是依照促产法来进行招商。条件包括：第一，业者拢总爱提出30亿基础建设经费；第二，合约至少爱办50档；第三，主要营运者可袂使换人，条件不加悬。我们更关心的是地方对这块地伊的开发的需求，比如讲你对地方的经济、地方的就业经济、就业环境，你有什么样的发展？不能污染生态环境。好，那你的开发还要符合整个区位的条件，甲这个条件，甲这厂商讲，伊会去评估，我会回收到这个成本的可能性，变成是一个我们招商上面比较大的主因。市府指出，迄当时因除了考虑经济面向，佮兼爱个地方生态参文化，所以伫审查时阵拢定甲足严。107年，这地变更做创意文化专用区，民间团体认为，来设台语文化园区上拄好。市府回应爱个全面性规划甲评估，都发局也好，还是相关单位也好，大家拢有好啊一做评估啦。遮尔好这个土地，咱吼袂当乌白来啊开发，开发无好偌惨啊！可能会囥遮囥30档、囥50档，拢袂顶袂当。市政府会听一无共款的意见，做更加好的这个评估安尼。各界拢真期待，才会当活化，不离个中期尾资源甲资金真欠缺的问题，也是爱去中央地方甲民间三边参详，才通互地方多元发展的可能性。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来看独立出版社基于高文创捌出版过高中的台语课本，那今年因是头一届出版国中的台语课本，除了深化语句的练习，嘛有互囡仔了解地方的腔口差，佮加一寡亲像人权、性别才社会议题编入去台语课本内底。台语课本掀开第一课，就是台语作家单位所写《永远的故乡》，用张啊田英等等写出台湾的景致。
这是基于各文创出版的各种台语课本。主编陈丽君当时嘛是成大台文系的教授，表示已经过学术研究，发现国中生对台语文笔字的程度，其实体会甲韩国小3、4年级差不多，所以因在编课本的时，原来爱兼顾语言知识的练习。透过对话，佮甲即款的咱每一课的无共目标的即个语法，互伊佮较深刻，互伊佮较深化，会使运用趣味的对话，就是结合咱的生活语境，佮配合无共的即个地方的即个腔口，吼譬如讲咱关庙腔，也是讲即个宜兰腔，水水冷冷，吼，这物件拢会入咱的对话内底。这是基于各文创头一届出版各种的台语课本，因为台语当中有侪唱词、语音词等等，应该是用汉字兼罗马拼音的书写方式来做编排，保留台语的腔口。希望透过内容设计的练习，让学生减少对台语拼音的排斥。另外，为着要呈现台湾的主体性，嘛个侪社会议题放进去，像是人权、多元文化、性别、劳动。环境、海洋，好，这些全部都有这样。那只是这一次的课文的撰写的方式，会比较像是说故事的方式，让他尽量在很生活化，然后很日常的这种场景里面，感受到这些议题的存在。出版社创意总编表示，高中生这个年纪是自我意识当在成长发展的阶段，因希望透过课本的编辑，不论是多元族群的文学，还是无共社会议题等等，拢希望透过无共题材，让学生继续保持对台语和台湾文史的学习热情甲好奇心。记者卢尚如、曾俊尧台北报道。地方放上头来关心高雄有一间开卖30年租车老册店，宣布做到月底。业者讲，就是因为即马实体册店拼袂过网络，人客已经愈来愈少啊。老册店要关门要停业，有袂少人感觉唔甘。租册店外边的红布条写结束营业的大字，这间连锁租册店伫高雄唯一一间的店头开卖30档啊。头家即马是宣布做到7月底，消息传出来，就有人客专工来册店买货底。头家也感叹，过去租册店的人是吵，一天上无有100多个人客，等到即马业绩，敢若剩一成。提书嘛是有伊存在的必要，因为网络世界有一寡较无温度啦。实体书讲实在，咱的册摕起来，摕伫手内，还有迄个看册感觉。很可惜呀，可是应该是像我们这个年代才会看啊，我小孩都没有在看。台湾租册店上抢眼时阵是伫2000年，在进步统计，迄当阵全台估计有4000间，即马剩无500间。为着生存，高雄也有传统的租册店转型啊，全部改卖新册，而且透过网络卖去国外。头家娘表示讲，因为即马网络的时代，电动游戏是比册更较新式，加上囡仔少，侪家长会选择买册，租册店的光景无比较早好。这个册卖去国外，我卖到美国啊、马来西亚啦、泰国啦、新加坡啦、中国啦，我嘛卖足济啊。逐个月有固定的册量卖出去，销售量甲以前比起来，当然迄个营业额当然较无遐好。但是会当生存。租册店的头家娘表示讲，虽网看册形态改变，不过亲像政府推出的文化币政策就袂歹，吸引少年人来册店消费。业者毋望政府通重视册店的文化，莫互实体册店渐渐无去。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再去看世界，咱来去美国。这个测试是美国独立纪念日，纽约有举办传统有指标性的活动，国际食演唱比赛。今年的冠军是芝加哥来的，伊用10分钟食58分。倒主组的比赛剩30秒，伊同美国已经食48分，美国冠强领先港组的人，最后食51分得到冠军。男主组的比赛伫经济无难，也是有名大辉煌。特斯纳特竞争之下，芝加哥来贝托列提时间特别够啊！我来食，我来泰各罐饮料。And the winner is Patrick Bernaletti, 58. Nathan's famous. 我16摆伫这比赛得到冠军的策斯纳特今年无来，因为伊甲主办单位专备美国冠强堡的连锁快餐店耐森的竞争对手，无可能是无合作做到竞赛，无可能是无是一间18美国冠强制造商。With no Joey Chestnut, there's no Nathan Hot Dog contest.
伫纽约布鲁克林举行的国际赛美国冠枪比赛是美国夺得纪念日指标性活动，真侪人去见证参加比赛人把拼者上侪冠枪，也有人伫真热天气穿冠枪衫庆祝。公视新闻黄文玲报道。来看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是3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6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6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是34度。外岛27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真心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